你信唔信一支幾十蚊嘅平價餐酒，倒入一個舊酒樽度就可以賣到幾十萬甚至乎幾百萬港紙，而且連全世界最頂級嘅品酒大師飲完之後仲要拍手叫好。你聽完覺得可能好荒謬，但係呢一個係一個真人真事。喺2000年初嘅美國就真係出現咗一個咁樣嘅世紀大騙子，佢憑一己之力製造咗數以萬計嘅頂級假酒，呃咗整個西方上流社會幾億港紙，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因為賣假酒而坐監嘅人。佢就係人稱 Dr. Conti 嘅 Rudy Kurniawan。今日 Why So Funny 帶你翻返去2003年，拆解下呢一位假酒大王嘅傳奇，睇下佢當年點樣一步步瞞天過海，最後又點樣因為一個低級錯誤而徹底失敗。故事要由2003年開始講起，當時美國頂級葡萄酒拍賣圈突然間出咗一位唔到30歲、操流利英語嘅亞洲後生仔，佢自稱係印尼啤酒大亨嘅華裔繼承人。呢個 Rudy 出手極其闊綽，每一次聚會都會開最頂級、最稀有嘅 Burgundy 同波爾多陳釀請大家飲，甚至乎佢每識一位好朋友，就會送出一支自己珍藏嘅佳釀作為禮物。佢擁有極其豐富嘅葡萄酒知識，品鑑能力非常之高，飲一啖酒都可以分到葡萄比例，天生就有好多品酒師夢寐以求嘅神之舌頭。每一位同佢傾過偈嘅人都覺得佢彬彬有禮、有修養、有內涵，加上佢對葡萄酒嘅熟悉，所以佢好快就打入咗上流社會，同好多華爾街嘅高層同埋好萊塢製片人，甚至乎明星都係好朋友。因為 Rudy 私人珍藏實在太多啦，所以由2004年開始，亦都唔介意同大家分享佢嘅私人珍藏。佢想將自己飲唔晒嘅私人珍藏攞出嚟拍賣，所以喺2004年到2012年之間，佢賣出價值幾千萬嘅靚酒。最誇張要數到2006年，一間美國著名拍賣行為 Rudy 舉行個人拍賣會，竟然創造咗空前絕後破紀錄3500萬美金嘅總成交量。當時全場氣氛好瘋狂，所有人都為呢一位葡萄酒收藏家而歡呼。當大家都以為喺拍賣行投到 Rudy 珍貴嘅私人收藏，但實情係所有人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咁多年水魚，俾 Rudy 割韭菜割咗咁多年都唔知道。至於點解啲人買咗假酒都唔知道呢？呢個我哋留翻之後再講。其實 Rudy 嘅假酒生意可以話係一帆風順，所有假酒都做得完美無瑕。但係嚟到2008年嘅時候，佢竟然因為一次低級嘅失誤，正所謂當堂斷到正。當時 Rudy 同一間美國拍賣行準備再次進行拍賣，仲請咗幾位 Burgundy 嘅鑑賞家進行認證。喺呢一批收藏品當中，居然仲包括咗1945年、1949年同埋1966年嘅 Burgundy 名莊 Domaine Ponsard 嘅酒。呢個消息好快就傳到去酒莊莊主 Laurent Ponsard 嗰邊，莊主仲特登親身飛到紐約拍賣會現場，當場叫停拍賣。點解嘅？因為莊主當場踢爆呢批酒一定係假嘅，因為我哋酒莊喺1982年之前根本冇生產過 Clos Saint-Denis 呢款酒。呢個信息好快引起整個富豪酒圈嘅恐慌。與此同時，另一位美國億萬富翁 Bill Koch 發現自己用咗幾百萬美金買翻嚟嘅酒原來係假嘅，一怒之下聘請咗前 FBI 探員同埋頂級科學家組成私家偵探團，展開全球調查。所以莊主嘅踢爆同埋富豪嘅調查，直接令到真嘅 FBI 都留意住呢件事情嘅發生。FBI 經過長達4年嘅秘密調查同埋搜證，2012年嘅時候覺得時機成熟，正式突擊搜查咗 Rudy 喺洛杉磯嘅住所，並當場將佢逮捕。當探員衝入去嘅時候，眼前嘅景象都震驚咗所有嘅 FBI 人員。呢個根本唔係咩豪宅，而係一個極度奢華嘅假酒地下工廠。現場搜出大量製造假酒嘅材料，有無數個收集翻嚟嘅頂級舊酒樽，精心製作嘅名莊假酒標，仿真度極高嘅木塞，以及有無數咁多嘅平價酒。原來 Rudy 係將新年份嘅酒，特別係平價嘅加州 Pinot Noir 同埋有一定年頭嘅舊酒進行精準比例嘅混合。由於佢天生嘅盲品能力實在太強啦，加上佢豐富嘅葡萄酒知識，綜合咗佢所有嘅能力，佢混釀嘅葡萄酒連專家都難以分辨。到咗2014年嘅8月，美國法院正式作出裁判，裁定 Rudy 透過電郵售出價值130萬美元嘅假酒，同埋欺騙財務機構300萬美金，罪名成立，判處10年監禁，沒收2000萬美金嘅財產，同時需要向7位受害者賠償2840萬嘅美金。佢成為咗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因為賣假酒而入獄嘅人。如果你想更加詳細了解呢一段驚心動魄嘅調查過程，我強烈建議大家去睇下2016年上映嘅著名葡萄酒紀錄片《Sour Grapes》，入邊有好多當年珍貴案件嘅第一手畫面。
計埋啲假期七除八扣之後，Rudy 喺2021年嘅4月喺美國坐完監，正式被遞解出境，送翻去出生地印尼。我喺做呢條片嘅時候，極度懷疑 Rudy 係一個自戀型嘅人格，因為佢不但止冇收斂，坐完監之後仲有面出翻嚟。根據假酒專家 Marine Donny 嘅最新爆料，Rudy 最近居然喺新加坡嘅頂級私人會所高調復出，仲做埋假酒品鑑導師。喺最近嘅2場特殊晚宴當中，有富豪專登高價請 Rudy 出席，當場示範勾兌 DLC、Patrice 同埋 Shuffle Bond 嘅假冒版本，然後同貨真價實嘅真跡擺埋一齊，等現場嘅富豪進行盲品。令人大跌眼鏡嘅係，大多數富豪居然投票表示自己更加中意 Rudy 炮製嘅假酒版本。Rudy 用較新嘅年份酒去勾兌出嚟嘅複製版反而更加新鮮，更有活力。大讚 Rudy 根本係一個葡萄酒天才，有超凡嘅想像力同勾兌嘅工藝。專家表示，富豪係自願請佢嚟娛樂做品鑑對比，所以 Rudy 目前並冇觸犯任何嘅法例。但係當年經 Rudy 手賣出嘅幾萬支假酒，到今日依然喺世界各地嘅私人酒窖同二級拍賣市場流傳。大家收藏老酒嘅時候，依然要相當小心。呢個故事亦都話俾我哋聽，牛唔飲水唔撳得牛頭低。有時呃你嘅唔係假酒，而係你對老年份名酒不切實際嘅幻想，同埋上流社會嘅虛榮心。今日嘅葡萄酒驚天大騙局就講到呢一度。如果有機會嘅話，你會唔會想試下 Rudy 嘅手勢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埋 share 我哋嘅影片，下次見，拜拜。